好，来继续来看云林县政府宣布6月解禁部分的防疫的措施，包括北港朝天宫放宽规定，即卖入庙拜拜，袂阁强制爱挂喙罨甲量体温。另外，西丽福兴宫嘛解除挂喙罨的规定。足侪人会去北港的朝天宫拜拜，进前北向发布旅游警示，即卖入去庙仔内底，唔免磅体温，嘛唔免挂喙罨。安尼较好，较袂会白条。方便，嘿，因为小朋友他这么热天气他待不住。庙方讲是配合县政府解禁，但是人也伤济，嘛会公布提醒。人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跟在广播跟人家讲，保持社交距离，然后口罩戴上去，保护你我这样。进前赶快入去庙仔内底，拢爱挂喙罨的福兴宫嘛解禁嘛。我们这边也是配合县府这边的措施，然后入庙好，我们也没有强制要量体温，那也没有强制民众要戴口罩。那不过我们还是有提供酒精给民众啊，给信众来消毒。福兴宫表示，虽然讲对香客无挂喙罨的规定啊，但是对大家定定去碰到的点烟器、椅仔这些所在，拢会定时消毒，互人较放心。